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後生賽馬台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華偉哥啦。好啦，今次賽馬預測就係講翻先啦。華偉哥咧就少少感冒，咁可能咧講嘢唔係咁清晰咁啊，請大家可能多多要體諒一下啦。好啦，提提大家啦，咁咧我就又有一個消息要同大家講，本頻道咧可能咧賽馬檔案嘅節目咧我都更新唔到落去啦，因為咧近來咧。選科咧都在即啦，咁啊維哥咧而家都要預備定選好嘅科目，咁為咗可以咧，我唔想咧經常為咗因為拍片啦，咁啊而就即係放下咗讀書嗰啦。不過我讀書不嬲都係好嘅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大家可能留意住啊。咁我為咗想令到我高中一等，我就希望我升咗高中之後咧，繼續都會努力緊讀書咁啊，不過咧都同大家講下先啦。嗱，咁嚟緊咧頻道又有一個小小嘅消息同大家講一講先。賽馬檔案將會同錄音馬場將會暫停，將會繼續暫停。咁咧至於咧，我諗咧應該暑假可能錄音馬場咧會補翻上嚟嘅。暑假我唔知會唔會補課啦。今日咧而家咧就嚟選科啦，我諗可能咧因為都7月咧，即係就會暑假前就會公佈選科結果。咁我而家咧就要諗緊要選咩科，咁要俾少時間自己。係咪有時咧可能咧一日得一條片，甚至2日、3日、4日、一星期唔出片都唔定嘅喎。咁大家可能留意住啦。咁我已經咧暫時都吩咐咗輝哥啦。咁賽馬分析咧就會交咗俾佢做嘅。咁大家可能留意住即係每個賽馬裡面嘅播放清單啦。咁啊，以方便通知大家咧，輝哥係有更新嘅。我跟住咧就首先咧嚟講下賽馬預測先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嚟睇第一場賽事4班2200米啊。好啦，咁啊而家就嚟講下馬先咯喎。好啦，咁啊就嚟講1號嘅光威鎮啦。嗱，呢隻咧係潘頓騎韋達馬服嘅馬啦。嗱，呢隻咧香港咧未贏過，佢上季咧就贏過，差啲贏嘅226號嗰時2千2嘅長途啊。嗱，咁佢今季咧，其實咧，我覺得呢隻短途咧較為唔適合，佢如果長途咧，可能較為適合呢隻馬發揮。嗱，換喺冠軍騎師潘頓手上咧，嗱，到底呢隻馬可唔可以贏翻場咧，就要睇下今次啲對手會點先啦。一陣間會陸續講噶啦。我話二號桃花紅啊，呢隻咧陸續減分噶啦，係咁減到唔停啊。咁啊，由68減到58啊，咁啊而家就減上次61，今日而家就降到嚟4班作賽。嗱，4班咧睇下隻馬有冇翻啲表現咧，4班可能有機會適合翻啲馬發揮嘅。我話3號嘅福線啊，呢隻今季季內第一次跑過谷草賽事啦。今季贏嗰場就係贏1又4分1馬嘅就係1122號嗰次2000米啊。咁啊，福線咧都係差唔多。都犀利㗎，呢隻排4多，賽後加上5分咧，上次跑第7冇加冇減嘅，咁啊今次咁配下國能啊，配佢嘅新爺馬跑嘅國能啦嗱，咁啊睇下呢2200長度對呢隻馬有冇啲有利咧？因為呢隻馬都係第一次跑個路程啫。好啦，咁啊我都可能愛㗎。4號動力飛鷹嘅騎師係巴度 Alex 巴都，咁啊呢個就新嘅型馬拍檔啦。呢隻咧使唔使諗啊？要啦！上次10月2號嗰次啊，國際騎師錦標賽前嗰一次谷草夜賽啊，咁啊最後國際騎師錦標賽前嘅 IGC 最後一次嘅最後一次谷草夜賽咧，唯一都可以話差唔多放到你咁滯啊嚇，咁啊贏半個馬位都算表現唔錯下啦。嗱，一放到底啊，真係差啲俾人哋追啊嗰次，哇都可以留意住。咁我馬主升翻係何明年騎嘅喎，上次就跑過第3，都係跑咗谷草1800。咁佢又係真情嚟2200下，今季第一次跑個季內第一次跑呢個路程啊，2200咁啊，配合何美年啦，嗱，配合何美年會唔會今次4-3變第2、第1名咧？都要留意住呢一部分啊。6號嘅情趣啦，騎師就係田泰安啦。情趣咧，今日呢隻就我覺得咧反而嘅田泰安就都可以留意住呢隻啊。呢隻條友上季幫佢贏嗰場贏個備位啊，潘頓都幫佢贏過，都係贏呢啲2000啊、2200，大家可能見到個畫面未顯示咗啦。咁啊呢隻咧中至長途咧都 OK 嘅，我覺得。嗱，留意住咯喎，7號嘅牛精輝王楊明倫啦，咁啊呢隻就上季贏過2場，都係贏啲長途。
咁啊留意住呢個長途嚟嘅喎嚇，咁啊8歲馬咯喎已經。8號世紀之威啊，騎師就係周俊樂。呢隻咧民間係馬房，不過雖然見佢咧季初係52分，而家減嚟46分啊。嗱，而家佢又繼續喺4班。嗱，初戰呢個咁嘅長途啊，上正嚟就係跑個谷草啫。嗱，長途咧，睇下呢次2200呢隻馬有冇交水準都要望住佢啦。活力得勝啊！呢隻啊就係由史卓峰騎啊，史卓峰呢隻就上季贏過一場啦，莫雷拉幫佢贏嘅，今日贏呢啲谷草1800嚟嘅喎。9號嘅活力得勝就頭先已經講咗啦，再去講漏咗一點啊，佢就而家就留意住佢2、3名，其實佢長途都跑過，只不過今季第一次戰呢個長途季內啫。嗱，今日戰呢個初季內第一次戰呢個路程啊，用紫卓峰喎，唔知表現如何咧？好啦，精彩飛同10號啊，呢隻咧嗱，今季贏過1650啊，呢隻我就唔多講啦，贏臂位啫，都係贏過。香港贏過4場啊，而家7歲喎，老都差唔多老啦咁滯。我話紅帽嗰隻11號榮華啊，呢隻5歲馬，嗱呢次就今季未打，即係喺香港未贏過，主要都係攞個亞軍，即係1個亞軍，就無啦啦幫佢框下。今次無啦啦繼續騎呢隻我話騎針對2200米啊，咁啊哇呢隻咧睇睇佢嘅表現如何啦。嗱，佩莫雷拉喎，又到維維哥咧減碼時間啦。紅筆嗰隻咧係正選嚟嘅，即係我就揀咗佢啦。好，睇下先。嗱，正選我揀咗呢隻福線啦，紅嘅就係正選，黃色咧就係配搭嘅馬嚟嘅。配搭嘅馬4號嘅動力飛鷹啦，11號嘅榮華啦，跟住就嚟揀呢個1號嘅軍威陣。呢場賽事正選嘅3號嘅福線啦。嗱，1號、4號、11號我嘅配搭馬嘅提供啦。3個人賽隊嘅 A 價熱門1號嘅軍威陣，11號嘅榮華1.7倍。A 價半熱門4號動力飛鷹，5號馬主星輝，6號程賽2.6倍。A3其他滿3.8倍。今場賽事咧就揀翻個行翻個 A2嘅好運先啦。我想揀個 A2啦，隔日半熱門。騎師王正選啦，咁啊副選又嚟喎。上次雷神，咁啊今次咧潘頓7隻馬，雷神係 full book 喎，今次又好啦。咁啊呢次賽事我就揀正選繼續落喺潘頓手上啦。副選咧我今次就想落翻紅筆落去先。副選我就揀紅筆嗰啲啦。副選咧我就揀咗莫雷拉啦，加埋周俊樂嗰啲作騎都 OK 嘅喎，我覺得。所以重複一次嘅正選我揀咗3號嘅潘頓，副選咧揀1號莫雷拉為5號嘅周俊樂啊。好，咁啊今次節目時間夠啦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